歡迎收聽轉念之間，我係阿賢。近年好興一句說話叫活在當下，啲人話只要你活在當下，所有煩惱就會消失，你就會好快樂。但今日我想同你講一句可能會顛覆你嘅說話，別執着於活在當下，因為當你死命追求活在當下嘅時候，你已經唔喺當下啦。試想象一下，你不斷同自己講，我要活在當下，我要活在當下。點解我嘅心又飄走咗？我真係好差，我又諗緊聽日嘅嘢頹頹。你發現未？呢個追求令到你更加緊張，更加批判自己。呢個我要活在當下嘅念頭本身就成為咗一個新嘅枷鎖。真正嘅當下唔係一個要你去追逐嘅目標，佢唔係一個獎盃，唔係一個境界。你嘅呼吸自然咁一出一入，呢個就係當下。你心入邊忽然之間飄過一個念頭，你意識到佢，呢個就係當下，係唔使用力嘅。任何你需要用力去維持嘅嘢，都唔係真正嘅當下。佛陀喺《金剛經》入邊講，過去心不可得，而家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呢句說話好深，連而家呢個心你都係捉唔住嘅。因為當你講而家嘅時候，嗰個而家已經成為咗過去。時間係一條流動嘅河，你冇辦法喺河入邊死命咁揸住一滴水，然後話呢一滴就係當下。你捉住嘅只係一個概念，一個幻象，帶出反思嘅感覺。咁我哋係咪唔使理活在當下？唔係，而係要明白活在當下係一個自然嘅結果，唔係一個用力嘅手段。當你唔再執着於過去嘅遺憾，唔再焦慮未來嘅未知，個心自然就會安住喺此時此刻。呢個安住係唔使力嘅，係好溫柔嘅，係一個放下之後自然出現嘅狀態。就好似你坐喺河邊，你唔使跳入河入邊去側住啲水，你只需要安靜咁坐喺度，河水自然會流過你嘅腳邊。你唔擁有任何一滴水，但係成條河都同你一齊。所以如果你發現自己喺度好緊張咁話，我一定要活在當下，請你停一停，同自己講，放鬆啲，唔使捉緊任何嘢。就算你嘅心飄走咗，去咗諗聽日嘅嘢，都唔使鬧自己。你只需要輕輕咁翻嚟呢一啖呼吸，唔好用蠻力，唔好用意志力去對抗。呢個就係佛法講嘅不執着，唔執着於過去，唔執着於未來，都唔執着於而家。呢個概念，你只係好純粹咁 aware 覺知你嘅呼吸，覺知你嘅身體，覺知你心入邊飄過嘅念頭。你唔抗拒任何嘢，亦唔捉住任何嘢，你變成一個好廣闊嘅空間，允許所有嘢發生，亦允許所有嘢離開。呢個先係真正嘅自由。心經講，心無掛礙，無掛礙故，冇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呢個無蠻礙，就係連活在當下呢個概念，你都要放低。當你放低晒所有嘅追求，所有嘅應該，所有嘅標準，你嗰種本來就喺度嘅平安就會浮現出嚟。所以如果你覺得活在當下令你好着好有壓力，請你記住，真正嘅當下係唔使追求嘅，佢係喺你放低所有用力之後自然呈現嘅一份禮物。你唔需要去揾佢，佢一直喺度。當下就係呢一刻，呢個聽到我聲音嘅空間，唔使捉，唔使揾，就係咁樣放鬆呼吸，容許。呢個就係最溫柔、最唔用力嘅當下。我係阿賢，多謝收聽轉念之間。願你喺每一個唔用力嘅瞬間都體會到真正嘅平安。我哋下集再見。